花莲嘉山空军基地传出那亲像食物中毒案，有阿兵哥含类保员工计共13个人，昨昏食饭饱了后开始骨吐骨流。目前国军花莲总病院和卫生局已经去现场采检，空军司令部表示会全力配合调查。稽查人员来到基地厨房进行采检，位伫花莲嘉山基地的空军高准部，23传出有几个名官兵食过中昼饭了后，暗时陆续出现吐骨流，亲像食物中毒，分别送去主治甲国军花莲总病院。有关水质的检验的部分，我们也做了裁剪，大概明后天会有一些初步的，包括细菌学的一些报告会出来。那卫生局在今天下午2点半，也会针对食物这些人员呢做粪便的一些裁剪。病院甲卫生局积极调查有点悬，根据卫生局统计，基地包括官兵甲员工有13个人出现吐骨流的症状，8名官兵送国军花莲总病院了后，其中2个人留医观察，另外2个人送花莲主治，3人因为症状较轻留伫医护室。嘉山基地里面它是自己有厨房嘛，那但是它是委外厨工啦，那当然我们会针对于他这个厨工做他有没有身体检查，有没有一些伤口等等。卫生局特别讲，基地厨房不是餐饮业者，无需要依相关规范留迄天剩的饭菜，也毋过已经派人到基地稽查环境。空军司令部表示，已经保存食物检体，会全力配合疫调查验，也会要求各单位落实环境卫生，防止类似事件个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